地神護法品第11。爾時，堅牢地神白佛言：世尊，我從昔來，瞻視頂禮無量菩薩摩薩，皆是大不可思議神通智慧，廣度眾生，是地藏菩薩摩薩。於諸菩薩，誓願深重。世尊，是地藏菩薩，於閻浮提，有大因緣，如文殊、普賢、觀音、彌勒，亦化百千身形，度於六道，其願尚有。畢竟，是地藏菩薩，教化六道一切眾生，所發誓願劫數，如千百億恒河沙。世尊，我觀未來及現在眾生，於所住處，於南方清潔之地，以土石竹木作其庵室，是中能塑畫，乃至金銀銅鐵，作地藏形象，燒香供養，瞻禮讚歎，是人居處，即得10種利益。何等為10？一者，土地豐壤；二者，家宅永安；三者，先王生天；四者，現存益壽；五者，所求遂意；六者，無水火災；七者，虛耗辟除；八者，杜絕護夢；九者，出入神戶；十者，多遇聖因。世尊，未來世中及現在眾生，若能於所住處方面作如是供養，得如是利益。復白佛言：世尊，未來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於所住處有此經典及菩薩像，是人更能轉讀經典，供養菩薩。我常日夜以本神力衛護是人，乃至水火盜賊、大橫小橫，一切惡事，悉皆消滅。佛告堅牢地神：汝大神力，諸神少及，何以故？閻浮土地，悉蒙汝護，乃至草木沙石、稻麻竹葦、穀米寶貝，從地而有，皆因汝力。又常稱揚地藏菩薩利益之事，汝之功德，及以神通百千倍於常分地神。若未來世中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供養菩薩及轉讀是經，但依地藏本願經一事修行者，汝以本神力而擁護之，勿令一切災害及不如意事節聞於耳，何況令受？非但汝獨護是人故，亦有釋梵眷屬、諸天眷屬擁護是人，何故得如是
聖賢擁護，皆由瞻禮，地藏形象。及轉讀是，本願經故，自然不境，出離苦海。正涅樂，以是之故，得大擁護。